1月份的时阵，公路局甲花东快速公路可行性的评估送去交通部审查。不过因为介绍官经济效益低，所以去用退件。交通部开记者会强调并无退件，而且公路局阁补强内容。因为公路局这边是建议讲，希望会当分段进行，大先考虑中德到新城这个路段，因为会当接苏花安。 有关花东快速公路可行性评估，公路局今年1月送交评估案到交通部，却因为建设成本高、无符合经济效益方退件消息指出，引起花莲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如果说能够给我们这一条这个好的这个道路跟比较快速的又安全的这个道路来讲，无疑是对我们产业以及花东的人民是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的保障。我们花东人一定会坚持奋战到底。 安全回家路务必要来新建完成。针对花东地区的交通建设，交通部7日下昼召开政府加速推动花东建设说明记者会。交通部政务处长陈建斌强调无退件，而且公路局针对花东快可行性评估各补强内容。 希望他们补强相关的一个论述也好，或者相关的一个研究也好。那另外在这里头又特别针对分段实施也一并做考量。 完成花东快速公路是北起花莲中德往南到台东市全长174公里，经费估计3614亿，也毋过经济效益又本比伊较细。最后公路局建议分段进行，优先考虑会当连接苏花安的中德到新城路段长度3公里，经费90亿，又本比达到1.5。分段，但是符合一本比高的路段。 来推动，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都变成是快速道路的话，其实是走起来其实速度很快，稍一不留神你可能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车祸了。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表示，未来希望会当先做中德到新城路段，搁往南延伸到吉安，长度会延伸到30公里，经费大约900亿。有关花东快可行性评估，会伫修正了后，搁送交通部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